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无论我们的兄姐是在线上的，或者是在我们教会现场的，神的恩典要大大赐福你，阿们吗？阿们。这个时刻，我们请每一位弟兄姐妹站立，我们彼此来祝福说：神的恩典要与你同在，神的恩典要与你同在，神的恩典要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感谢主。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我们每一位兄姐都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主耶稣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他要带领着我们，我们要天天来跟随他，因为我的救赎者活着。我们一起拍掌来赞美我们的神。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真理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的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真理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走我的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永远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大声来赞美。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走我的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再一次来宣告说，我的救赎者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哈利路亚！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救赎者永远活着，他要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他要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们，请坐。感谢主，因为咱的主有对咱讲，咱若常常伫主的内面，主伊嘛要踮伫咱的内面。感谢主，因为伊互咱有应允咱，互咱有盼望。若是有主伫咱的生命中，咱就无搁再惊吓。有主要甲咱同在，咱就要勇敢来向前行。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风雨遐尼大，风也这尼大，有你同在无忧抓。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作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袂干，石头会烂，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的疼痛无变换。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相我。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遐尼大，风也这尼大，有你同在无忧抓。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作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的疼痛无变换。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的疼痛无变换。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相我。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遐尼大，风也这尼大，有你同在无忧抓。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作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的疼痛无变换。
我，海水回到石头的暖，你的疼痛无变化。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相我。海水下到石头的暖，你的疼痛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下到石头的暖，你的疼痛无变化。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相我。海水下到石头的暖，你的疼痛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下到石头的暖，你的疼痛无变化。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相我。阮情这大，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相我。感谢主，主的恩情这大，咱要安怎会当表达咱的感恩甲祈求呢？在今年是我们迦南教会社教60周年，主耶稣他呼召我们，绝对不是偶然，因为他爱我们，他拣选你和我，要在这一生当中要荣耀主来活。只要我们想着，我们每一天都是要为主而活，我们要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主耶稣爱的神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我们安静在主里，主神里的神里，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
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我行走时，人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在我行走时，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是因着你的爱，让我们聚集在一起，让我们能够再次敬拜，用诗歌来赞美你，让我们能够融入在这诗歌当中，知道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你要成为我们的盼望。所以因着你的复活，让我们这个信仰知道是又真又活，我们所信靠的是真神在我们的当中。主，谢谢你，求神这时刻主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要大大的张口，主你就来充满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灵要引领我们，无论是我们起，无论是我们坐，或是我们出，我们入，都要有神你的恩典赐福在我们当中。主，谢谢你，我们相信在今晚333的周三祷告会，主，我们要再次与你来相遇。透过今天的见证，主，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有所感动，也透过牧师信息的分享，让我们再次来明白神你的话语。你用真理来带领我们，你让我们明白，也将主你的真理来传扬给我们四周围的人。主，谢谢你，求主这个时刻来带领我们，充满在我们的殿中。我们要将以下时间都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好，今天是3333祷告会。好，为什么多一个3？ 3月份好，所以今天是4个3啊，3333祷告会。我们有这个333的祷告会，好，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平常没有办法每个礼拜参加祷告会，好，但是希望呢，能够今年当中呢，可以每个月至少参加1次祷告会。如果你1个月只能够参加1次祷告会呢，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来参加这个333的祷告会。好，因为这333的祷告会呢，不是只有为教会、好为国家、为社会、为代祷，更是为每个生命来代祷，为弟兄姐妹的需要来代祷。好，那我们也会透过这样的祷告会呢，好也来操练祷告，好让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在祷告当中经历神，好能够在祷告当中遇见神。
好，虽然我们也有在线上同步的直播，好，但是我们也希望不论是在参加线上或是现场，或是还没有机会来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姐妹，或是看到录影之后重播的弟兄姐妹，好，都能够一起来参加333的祷告会。今天我们的见证分享呢，好，是邀请素梨姐啊，好，素梨姐，好，那这个祷告很奇妙，好，因为昨天我们敬拜部门还在开会，然后呢还在敲最后的这个见证的人选哦，好，那最后的见证人选呢，好，敲到晚上9点多，好，那说可能没有办法确定，好，那所以今天再继续谈，就今天早上呢。就这个见证的人选就自己上帝就预备好，就是素梨姐，她传给牧师一个讯息哦。牧师看完她的讯息之后说你就是上帝所要邀请的安排的，好，那说你今天晚上就来我们这边见证，好，素梨姐说好，她已经儿子已经要她晚上不能骑车出门，因为她都现在住土城，好，那她来教会都从土城骑摩托车来到桃园哦。我说这样子骑来再骑回去可能太危险，好，但是呢，他真的很想要分享这个见证，好，所以呢，他说那他就用录影的方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请素梨姐来跟我们分享，好，他在这过去半年多的时间呢，半年超过的时间，好的见证分享，我们一起拍手来欢迎素梨姐。很亲爱的兄弟姐妹平安，人的际遇我们真不知明天将如何，或许明天在阳光下如转阴暗。去年6月25日，在桃园回程当中，骑车在一个小支路口，被一位年纪与我相当的男士，他没注意停住观看左右，没减速，我骑在主道路上，时速约10公里，因来不及闪，就被对方从侧面连车带撞，把我和车子都压倒了。我在车子底下约有2分多钟，我反复挣扎还是起不来，我就呐喊叫对方把我车子移上来。当下因看对方没有受伤，我因为住土城，我就跟他商量，我们是不是能够各自负责？他说好，我就忍痛手拇指的疼痛，硬骑着车子到土城市立医院急诊，背部随之痛苦不堪。经多方面检查，医生说我手部骨折要开刀，背部肋骨断4根。本不想让儿女知道而担心，因要家属签字，不得不告诉儿女们，要开刀这段时间，我因比较容易紧张害怕。这时我脑海浮现出一段经节，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你不要害怕，不要惊惶，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回想这20几年来，我含辛茹苦，独自抚养3个孩子，不计3餐。12年前，我又罹患乳癌，这几年又经历肾结石开刀，2个膝盖前后来换膝，这次又经历车祸，被警察强制开我肇事逃逸。这一生跌跌撞撞，让我不断在黑暗中，因为有主让我看见了曙光。感谢我父母从小就把我带进教会，受造就，让我有梅花般的毅力、坚强和信心，让我这一生当中有主的膀臂，关关让我绝处逢生。陶土不历经熬炼，岂能成为精雕器皿？这礼拜陈牧师释放信心的信息，从撒迦利亚、以利沙白、玛利亚的信心，让我再次跟主祈求，也让我能够跟他们一样成为一个蒙福的妇女。我内心的牵挂，这时我完全的
放手交托给主，让他来为我承担。果真，昨晚当我要躺着睡觉的时候，接到儿子的电话，说法院寄来不起诉的公文。当下我高兴的似乎出了婴儿吸乳的力气，我从床上跳上来，把我旁边睡着的孙子惊醒了。这时候，我忍不住哭泣，流泪。我边流泪边赞美我们的神，顿时让我卸下隐藏内心的大石头。所以早上我就迫不及待把这份佳音传给这段期间为我代祷关怀的陈牧师师母、曾牧师师母和长执执事，还有组员们与我能够同享这一份的喜悦。陈牧师临时要我在祷告会中来分享，虽然时间匆促紧张，我依然顺服。愿这一切荣耀都归给我天上的阿爸父神里面。好，我们拍手感谢神。上帝真的是奇妙的上帝啊！好，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好遇到没有办法好去完成的事情呢，上帝但是会用很奇妙的方式好来帮助我们。这个月我们要分享的信息是为重担得释放祷告。刚才淑梨姐分享她这从去年车祸受伤好到现在的重担，不是只有手指、拇指或是的肋骨好的重担，还有那个心里面的重担。好，因为被警察开了单，然后呢又被法院好又被告到法院去，好，所以相信呢在这个当中好一定是睡也没有办法睡好，好这个吃也可能没办法好好的吃，好一直要等到这个法院的判决好或是起诉好出来为止，好所以真的感谢神好，昨天淑梨姐好她的一个重担呢终于得到释放，好那也相信好以后呢在各样的事上呢好更知道能够怎么样去依靠神。我们在今年的333祷告会呢，我们1月份分享了为财务蒙福祷告。好，那我们学习的7件事情，我们也牧师再来带大家再来复习一次。第一个是要相信神的话，查考神的话，做金钱的管家，用金钱尊荣神，用金钱帮助人，为财务来祷告。穿戴全副军装，好，这个很重要，好，所以每个月都会利用这个机会再来复习一次，好，就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了，好，这个金钱，好，在财务上的蒙福，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怎样，不致缺乏。好，上个月好过年完，好，我们分享为工作、为学业蒙福来祷告。好，工作不是咒诅，读书不是惩罚，工作是什么？读书呢？所以呢，我们要能够工作的时候就要感谢神，能够读书的时候要感谢神。好，工作是祝福，所以我们上个月呢，用雅比斯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难。所以我们也用了这个祷告文啊，我也邀请大家，好，在这个月的时候呢，好，你有没有在经历工作上面的蒙福，或是学业上面的蒙福？好，如果你有经历，感谢主；如果你还没有经历呢，好，我们再一次用这个祷告文一起来祷告，请主啊，感谢你给我工作和学校，求你祝福我，将你的恩典倾倒在我的努力上。帮助我以得到祝福去祝福别人，求你扩张我的境界，帮助我为你的国和你的旨意做更大的事。请你与我同在，时时彰显在我的生活和生命中，保守我不遭患难，保护我不受试探，带领我远离灾病，使我从恶事及恶者中释放。阿们。红色的4句话我们再读一次：求你祝福我，求你扩张我的境界，请你与我同在，
保守我不遭患难。好，这就是雅比斯的祷告。好，让我们能够在所做的好我们的事业上面、工作上面、学业上面，好都能够蒙受祝福。这个月我们要继续来学习，就是为重担得释放来祷告。好，都没有重担的人，请举手。你觉得你没有背过重担的？好，我相信大家都背过重担的滋味啊。好，这个重担有从工作来的，从家庭来的，好，从感情上来，甚至连教会有没有重担？有。好，可能陈牧师好，新的牧师好回来，大家有没有重担？好，这个教会事情多很多，好，或是呢聚会多很多，好，服事可能多很多。好，重担不一定是坏事。好，如果一个人一生都没有重担，这个人会变什么人？废人。对，这个永成兄好，马上就好。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没有重担，这个人真的就是台语说 Q 嘎嘎，好，因为他真的没有被熬炼、被磨练、好被淬炼，所以重担不是坏事。好，但是呢，过度的重担，好，或是扭曲的重担，或是我们不明白这个重担，好，有时候不是从神来，是从上帝来的。我们需要学习祷告。所以圣经说，把重担怎样卸给主，因为神怎样顾念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好，神给我们的重担，给我们的担子，好，是我们背负得起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那个重担一直背，好，在教会服事也是这样，好，因为这个重担的教会的服事，好，重到哇，你没办法生活，没办法睡觉，好，你没办法吃饭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好，因为神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说，来读：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要邀请大家，好，现在眼睛闭一下，你想一个比你还辛苦的人。如果你有重担，你现在想一个比你还辛苦的人。好，有想到的人就可以把眼睛张开。好，还没有想然后眼睛张开的人呢，你再想第二个比你还辛苦的人。好，有想到的人就可以把眼睛张开。如果你已经眼睛张开的人，好，我们再等一下，你再想第三个比你还辛苦的人。当你想到这些比你还辛苦的，好，请大家可以把眼睛张开。好，当你想到这些比你还辛苦的人，好，你有没有发现，好，你的重担怎么样？变轻了，你的重担没有那么可怕，因为还有别人比你更辛苦。好，真的还有人比你更辛苦。那些人，如果他不是基督徒怎么办？如果那一些人，好，他没有来教会怎么办？如果那些人没有来参加333祷告会怎么办？好，其实我们还可以去向这3个人跟他来分享，跟他来传福音。所以今天的这个祷告会呢，好，牧师333祷告会，牧师要邀请大家为自己祷告，也为你刚才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所想到的这些人来为他们来祷告。有5件事情，好，是我们要从重担当中得释放，好，要学习的功课。第一个，我们一起来读一次：陷入挣扎的困境，当相信神就在那里。你有没有看过婴儿？好，婴儿他的脸是看起来是很那个很安详，还是很恐慌、很紧张？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婴儿这个皱眉头，然后呢这个有皱纹，好，然后呢紧张到会流汗，好，然后会发抖？你有没有看过婴儿会发抖？为什么？没有，好，没有得吃的时候，他可能会饿到发抖，但是平常的时候，好，你看一个婴儿，他根本就不需要去担心，不要去紧张。好，刚才素丽姐用的这个经文，还记得哪一段经文吗？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你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婴儿害怕什么？好，他没得吃，他也不会真的害怕，他就哭而已。好，但是婴儿真的没有什么好害怕，他可能会害怕呢，好，是他真的没有人照顾他，或是他开始感受到。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像是神的宝贝。跟你旁边人说，我们是神的宝贝。然后看着他眼睛说，你不要害怕。因为神与你同在，
我们要回到神的孩子、神的子女，好，就是你不会看到婴孩紧张到啊怎么办怎么办，好，因为他有爸爸、有妈妈，有照顾他的阿公阿嬷，好，所以他不用担心、不用害怕。我那么小的婴孩就有一个信心，有人会给我吃，有人会给我奶喝，有人会照顾我，所以婴孩他根本就没有在害怕、在担心。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是我们的天父，他必坚固我，他必帮助我，甚至用神公义的右手扶持我。当我们去做坏事，神当然不会好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神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来做一个祷告，好，这个祷告呢，好，就是好能够相信神与我们同在啊，好，所以我邀请大家为你自己祷告，好，这个祷告文，好，我们一起来为自己来祷告，请，亲爱的父神，你知道我内心的忧虑和恐惧，这些重担时常让我疲惫不堪。今天我来到主面前，将一切重担放在你脚前。对不起，我知道没有耶稣，我就无法卸下重担。恳求你透过圣灵的大能，使我今天可以得释放和自由，使我摆脱灵里的忧虑和恐惧。愿你的平安充满我，加添我力量，更加坚定信靠你。你必永远与我同在，在你恩典的计划中，我永远不害怕。所有的重担最终都将成为我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当我们宣告的时候，我们的灵里面好就要回到婴孩。好，因为耶稣说他要使我们得安息，我们会像是天父的孩子一样。而现在呢，好，不是只有为你自己祷告。刚才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那个人，我们现在用这个祷告文，好，把黑色的地方放他的名字，可以吗？好，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人，为他们来祷告。请，亲爱的父神，你知道翠如内心的忧虑和恐惧，这些重担时常让翠如疲惫不堪。今天翠如来到主面前，将一切重担放在你脚前。翠如知道没有耶稣，翠如就无法卸下重担。恳求你透过圣灵的大能，使翠如今天可以得释放和自由，使翠如摆脱灵里的忧虑和恐惧。愿你的平安充满翠如，加添翠如力量，更加坚定信靠你。你必永远与翠如同在，在你恩典的计划中，翠如永远不害怕。所有的重担最终都将成为翠如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为自己祷告，也为你的朋友，或是你重担比你更大的人来祷告，让他也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能够不害怕，知道主同在，不惊慌，因为主做他的神。神要兼顾我们，帮助我们，用他公义的右手来扶持我们。第二件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一起来读说一次：选择依靠神的平安，而非恐惧。我们通常就会把我们的眼光怎样放在问题上面，好，而是忘记了放在神的身上。当我们遇到车祸，刚才素丽姐分享她遇到官司，我们可能会一直把我们的眼光怎样好放在我们现在的问题上面，但是呢，我们可能忘记要回到神的身上。好，或许神一天当中24小时里面有23个小时，好，神的平安都与我们同在。可是就一天当中24小时当中，只有1小时，好，你遇到了艰难患难，你这一天你只会记住什么？那个患难，那个艰难，可是忘记了那23小时都是平安在经过的。我们要做出选择。因为我们很容易的，就是被这些问题所带到这个情境当中啊。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和第7节，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将你所要的来告诉神。所以不是只有为着忧虑、为着重担、担心害怕，而是你要什么呢？你要如何走出这个忧虑？你要如何卸下这个重担？所以将你们所要的，就是你要告诉上帝，你要怎么走出来，告诉神，你要怎么样卸下这个重担。所以要很清楚的来跟神求。很多的人跟神的祷告呢，上帝啊，帮助我，帮助我。可是后面就结束了，他没有跟上帝说：“上帝，我要怎么样？我希望能够怎么样？”所以，我们选择依靠上帝的平安，而上帝的平安就是透过我们要如何走出这个重担，要如何卸下这个烦恼。我现在要邀请大家，你想一件你最近或是过去这个礼拜一个让你心里面重担的事情。或是让你心里面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的事情，有想到的人请举手。好，只有1/3的人。好，再给大家再想10秒钟，想一件你觉得你可能会为这个事情不晓得怎么办，或是烦恼。好，当你想到之后呢，我们要接下来一起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好，请跟着荧幕上面的祷告文，我们一起来为这个重担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今天我要选择相信你，而非担忧。我要将目光从恐惧挪开，单单聚焦在你的应许上。我要选择从你而来的喜乐，而非绝望。我要选择平安，舍弃一切的忧虑。我要选择住在你的真理里，并离开仇敌的谎言。我宣告，仇敌的攻击不能再搅扰我。我相信你必保守我的路。感谢你如此爱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把你心里所要的告诉神，而神也期待我们能够做出选择。因为一天24小时当中，神他90%都在看顾我们。或许我们可能遇到了1/10的攻击，遇到1/10的重担，遇到1/10的试探，但是不要忘记神与我们同在。而现在接下来我要邀请大家来为你心中背负重担的人的第二个人，另外一个人也用这个祷告文来为他来祷告，来为他来祷告。想好了吗？还没有？听不懂哦。刚才我们说你想到你的重担，我牧师有邀请你想到你心中还有比你一样更重担的人，好，那个人现在再找一个人，好，背负重担的人，好，然后我们用这个祷告文也来为他们来祷告。有想到了吗？好，有听懂了吗？好，那我们一起来为他来祷告。好，就把黑色的地方好为他的名字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今天要为安琪选择相信你而非担忧。安琪要将目光从恐惧挪开，单单聚焦在你的应许上。安琪要选择从你而来的喜乐，而非绝望。安琪要选择平安，舍弃一切的忧虑。安琪要选择住在你的真理里，并离开仇敌的谎言。我宣告，仇敌的攻击不能再搅扰安琪。我相信你必保守安琪的路。感谢你如此爱安琪。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为自己祷告，为他人祷告。当你下次再跟这个朋友、这个弟兄、这个姐妹见到面的时候，听听他的见证分享。如果他说，他觉得他的问题解决了，他觉得他的重担减轻了，你就可以怎么说？我有为你祷告，我有为你祷告。所以你今天在这里的祷告，不是在跟空气讲话，你今天在这里的祷告，是在跟神求。所以你要相信，你为这个人祷告，在他的身上会带来改变。阿们。第3件我们要学习的事情，好，请大家一起说。有时候我们一担心、一紧张，感觉那天都塌下来了，上帝都从那个宝座上都摔下来了，好像一片愁云惨雾，世界末日啊！我们有时候会被恐惧所占据我们的大脑，
我们的大脑可能会被这些的忧虑、这些烦恼呢，不断的转，不断的转，好，甚至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静下来，甚至更有可能我们会因为这样子就会怎样？焦虑、忧虑变成什么？焦虑，焦虑就变成什么？忧郁症，好，变成躁郁症，好，可能就变成恐慌症，可能就会开始引发我们身体上面的各样子的连锁反应啊。我们来读诗篇46篇第1节，好，请。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再一次，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好，诗篇46篇第1节。好，今天树立姐在分享见证的时候，好，其实本来牧师也想说啊，没有人分享，牧师就来分享。好，牧师其实有没有重担？好，但是牧师的重担呢，好，对我来讲都不是太重担的事情。好，因为这都是上帝感动我，好，所以呢，上帝既然感动我去做的事情，好，最后谁要负责？上帝做的事情。好，所以不管是共读啦、读经啊，好，譬如说啊，这礼拜要上 A2 啊，好，要上很多的课啊，好，然后呢，今天有家庭礼拜啊，然后再来有婚礼啊，再很多事情，然后我要去德国，好，大概13天的时间。但是呢，晚上可不可以睡觉？还是可以睡觉。吃饭吃得下吗？还是吃得下。好，牧师娘也会交代我事情。好，我的女儿也会交代我事情。昨天为了她的东西还要跑一趟淡水，也会有别人好交代我事情。好，今天呢，我要准备这个信息，也有别的教会的牧师跑来，好，也需要我帮忙他一个事情。好，所以每一天呢，都会很多人来找你。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都不是重担，好，都不是重担。刚刚又从美国打电话来。好，他现在应该是在台湾吧？好，美国的会友也打电话来说啊，可能又有事情。好，但是呢，对我来讲这些都是小事。好，但是呢，最近有一个牧师的重担，想不想听？什么事情呢？好，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呢，跟教会没有关系。好，这个也不会是重担啊。如果是的话呢，我就哑巴就哈利路亚。这也不会是重担，哈，这很开心的事情，我一定会告诉全世界这样，好，这个重担呢，其实我也没有非常担心，但是跟所有的事情比较起来，比较像是我的重担，好，就是我的儿子允琪呢，去年他去上学的路上，去中原大学骑机车，好，跟另外一个男生骑机车有个擦撞啊，小小的擦撞，两个人都没有受伤，好，但是两个人都有叫警察啊，然后都有做笔录，好，然后就回去，好，然后那个擦撞的呢也是中原大学的学生啊，好，那过了那他们就后来这个学生呢，好啊，他就开始去修车啊，然后就去估价啊，好，然后允琪也去修车啊，也去估价。好，然后呢，他们两个就在这个 LINE 里面就说他修了多少，他修了多少，那后来呢，好就没有再下文，好，那也是一样，就是在去年底，允琪也是今年初了，今年好，他也是收到一个像树立节这样子，好，但是不是上法院，他是调解委员会要去做调解，好，所以算是一个小事情，好，但是跟牧师平常的工作来讲呢，好，这就不是工作的事情，好，所以就告诉允琪，好说，这个事情，好，我们要怎样为这个来祷告，好，所以那一天允琪他也请我跟他一起去那个调解委员会，好，去那个调解委员会呢，那个对方的学生找了保险公司，好，然后来，好，然后一理赔，哇，就说他要多少，要修这个，要修这个，修这个。去之前我跟雨晴说，好，我的感动是，等一下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都不要讲话。然后呢，我就告诉允琪说，好，你就把等一下对方的话全部从头到尾听完，听完之后呢，你把他的要求再复述一次，确定他要的是不是这样。好，所以允琪好很年轻，好18，现在几岁？21岁，21岁，好血气方刚啊，好，所以他一去，好，他就听进去。一进去的时候，好，先把对方好他要什么他就说他修了这个，修这个，好，然后他的医药费怎么样，好，所以他总共要了一个数字是这样子，好，然后呢，听完之后，那允琪就说你要的是这样子，要我负责这样，好，然后呢，那个调解委员一听就说，好，说因为警察说好鉴定之后他没有责任，对方没有任何责任，允琪呢就是有
没有注意跟前方的保持距离，好，允琪这边有责任，好，所以他希望允琪要赔他全部这些钱，这样子，好，赔他这样钱。后来允琪听完之后呢，复述说：“哦，你要我们赔这个数字给你，是不是？”啊，他就说是啊，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没有。好，那说完之后，好，然后就叫允琪把他手机的行车记录器的影片拿出来，说你这个责任呢，好，你有没有责任？有，因为你也违规，好，然后就给那个调解委员来看，好。然后呢，所以呢，那个对方又改口说，那你就赔一半就好。好，本来要你赔全部，现在就变成说啊，要你再赔一半，好，再赔一半。好，那但是呢，好，我们也不接受啊，所以就但是那个调解委员允琪就开始跟他就是在据理力争。那后来这调解委员呢，好，私底下的时候呢，他请我们单独出去，他跟我们私下单独谈。那在谈的时候，我就跟调解委员说，你看刚才对方他是不是狮子大开口？好，他现在承认了，他也有责任，可是一开始他叫我们怎样赔全部，所以他就是好有企图的，好想要把嫁祸在我们的身上，好，所以呢，这个调解委员他就比较站在允琪这边。那后来呢，他要我们的一半呢，好，我们再列出说，哦，你这些东西要修的，这个好像也不是好允琪造成的，因为允琪擦撞他之后呢。他又不小心自己要去撞对面的汽车，好，又把他车子又撞得更大力，要撞坏了一台车子这样子，啊，他也要去赔对方，好啊，所以他还说这些应该也不是这个擦撞造成的，好，那再从那里面再砍，好，然后呢说啊，那勾，好，说这个只是允琪要部分，好，那反正呢意思就是说做到最后，那我再次提出说，那我们要申请车祸鉴定。好，那他说车祸鉴定要3000块，说没有关系，好，因为我们不能接受你这个数字，那么就去申请车祸鉴定。可是车祸鉴定呢，来来回回大概要再花3个月，好，花3个月，好，那我们说这来来回回3个月呢，我就跟允琪私底下讲说啊，反正我们要拿3000块出来，好，车祸鉴定，而且还要再等3个月，好，那你算一算这些时间，好，那大概就一个数字，好，这个数字呢，好，反正我们就省去这件事情，今天就调解完成。好，那后来允琪他也同意说，那我帮你出这些，你自己要出这些。好，那他说好，那后面就跟调解委员说，好，说我们现在只能够给这个数字，好，其他的呢，好，如果他要再要求再高，那我们就走这个程序。好，那最后呢，那一天就是按照这个数字，好，大概就完成就结束。好，所以我要分享的意思是说，好，牧师平常的重担，好，可能很多好不同的弟兄姐妹，好，可是呢，有时候是自己的家人，好，自己的儿子，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好，所以我也请你再来想一件事情，你有没有什么样的重担，或是你有什么没有困难不能解决的？好，我要邀请大家一起用这个祷告文，好，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困难不能解决的问题，好，一起来祷告，请，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应许我。你是我遇到困难时的避难所和力量，不论我今天面临什么，我相信你都与我同在。请你原谅我忘记倚靠你，只倚靠自己。请你原谅我让恐惧、忧虑控制我的思想和决定。求你垂听我的祈祷。即使我还看不到摆脱困境的方法，但我相信你的恩典是。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你对我生命的旨意是最美好的。我愿意降服于你，等候你。我的盼望在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现在也邀请大家，好，再找一个人。有一个你想要跟他传福音，跟他分享见证，好，他还没有信主，可是他可能现在有背负重担，想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你身边的同事、朋友、家人、亲戚或是邻居，好，然后呢，我们要用这个祷告文，好，来为他来祷告，有想到了吗？好，那我们一起好把黑色地方好放进去，好，他的名字，好，为他来祷告，请，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应许世杰，你是世杰遇到困难时的避难所与力量。不论世杰今天面临什么，我相信你都与小杰同在。请你原谅小杰忘记依靠你，只依靠自己。请你原谅小杰让恐惧、忧虑控制小杰的思想和决定。求你垂听小杰的祈祷。
即使小杰还没看不到摆脱困境的方法，但我相信你的恩典够小杰用。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你对小杰生命的旨意是最美好的。小杰愿意降服于你，等候你。小杰的盼望在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下次你遇到这个朋友的时候，就可以跟他说：“我有为你祷告。”好，你也可以继续跟他分享啊，你也可以自己学习跟神祷告。那他说怎么样祷告呢？好，你就把今天这个祷告文好给他来看，好，可以跟他来分享。第4件事情，为重担得释放，要必须把你所在意的事情都怎么样交给神。我们在意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不愿意交给神。今天早上我们在一个家庭礼拜分享诗篇90篇的时候，很多的人在告别式当中没有办法把他最亲爱的人怎样交给神，所以他会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到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人死了，这个人被上帝接去了，他真的就是一直哭，一直哭泣，一直哭泣。但是你也看到有的人，他就把这个亲爱的家人，好，把这个父母怎样交给神，所以当他走了之后，他就怎样，他就觉得好，他能够得到平安。好像最近银平，好，我们的教会的银平，他的爸爸好90岁过世。好，在这个之前呢，好，那天他爸爸过世的前一天晚上，好，就是青年礼拜周6的青年礼拜结束之后，好，然后主任接到电话说他的爸爸就是生命指数很低，好，那也希望去医院为他爸爸祷告。那去为他爸爸祷告的时候，其实他爸爸也已经昏迷一段时间，就是没有意识。但是银平在分享的时候就说，他真的不愿意放手，他一直在跟上帝祷告，能够让他爸爸好起来，让他爸爸能够活着。那我也跟他分享说，你的爸爸真的到现在插着呼吸器，到现在他只是靠着机器在维持生命。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把你的爸爸怎样交给神，交给神。好，那你要为你爸爸祷告，为他祝福。好，所以银平他也说他愿意把他的爸爸交给神。所以当下牧师还有主任还有李梅不是李梅，那个美秀好，我们3个人就在那边一起祷告。好，然后在祷告当中，也在他的爸爸耳朵旁边跟他祷告说，好，你就放心的跟上帝交给上帝，上帝爱你。好，因为他爸爸也曾经来教会，虽然还没有受洗，但是有跟银平来做过几次的礼拜。好，所以隔天一大早，好，那8点多，银平就传讯息来说他的爸爸很安详的离开了。好，所以银平对他来讲，好，这一个事情，好，这个重担，好，才能够卸下来。否则银平虽然有请看护，好，但是他自己也要怎样住在医院当中，好，然后住好几个晚上，好，真的是看到他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担忧，好，非常的害怕。好，其实不用，因为呢，我们可以学习把重担交给神。我们再次来读这个经节马太福音11章28节，请。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我们要学习到神这里来，不是叫神来我这里。我们常常叫神听我的祷告，你要来站在我这里，不是，是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本位主义，到神那里去。我们愿意走出去，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到神那里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有什么重担还没有交给神的，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你放心不下的，好，放心不下的，利用这个祷告文，好，我们一起来把这样的重担交给神，好吗？好，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事情来祷告，请。亲爱的父神，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完全放下，求你帮助我。很多情况我无法负荷，让我喘不过气，求你帮助我。感谢你愿意为我背负重担，感谢你为我开道路，感谢你对我施展极大的怜悯。若没有你，我将迷失。感谢你为愿意相信你的人提供保障，不论我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挑战，
我都将我所在意的人事物全交给你，按照你的旨意，相信你会带领我走过困境，直到你的美意在我身上成就那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所以将我们所在意的人事物全交给上帝，因为上帝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他要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好，然后到上帝面前来，好，能够亲近上帝，是照上帝的旨意来成就。好，那接下来呢，好，这个祷告呢，我要邀请你，好，为你的家人来祷告，好，可能是你最担心的、最关心的家人，可能是你的年纪老迈的爸爸妈妈，或是你年幼的孩子，或是更年幼的孙子。好，或是你的妻子，好，或是你的丈夫，好，把你心中所在意的人，好，我们用这个祷告文，好，把黑色的框框，好，就放进去他，好，为他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很多的时候，父亲不知怎么该完全放下，求你帮助我的爸爸。很多情况，我的爸爸无法负荷，爸爸喘不过气，求你帮助我的爸爸。感谢你愿意为我的父亲背负重担，感谢你为我的父亲开道路，感谢你对我的父亲施展极大的怜悯。若没有你，我的父亲将迷失。感谢你为愿意相信你的人提供保障，不论我的父亲所面临是什么样的挑战，我的父亲都将我父亲所在意的人事物全交给你，按照你的旨意，相信你会带领我的父亲走过困境，直到你的美意在我父亲身上成就那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不仅为你的父亲、母亲、家人、弟兄和姐妹，好，相信神也会在他的身上来动工，让他的重担好能够得到释放。最后，我们要来学习，神有足够的力量，怎么样保护我们？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跟神求。因为你觉得祷告也怎样没有用，那就是代表什么？你心中的神太小了。当你的祷告认为祷告没有用，就是因为你心中的神太小了，所以你不愿意把这个事情祷告，或是不愿意用祷告的方式。你可能会觉得谁来做比较有用？自己做比较有用，找立委来做比较有用。找议员来做比较有用，可是你不愿意找神来做。但是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好比一切都大。我们一起来读诗篇91篇11节，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再一次，因为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好，我们上礼拜分享巴兰跟那个驴子的故事啊。上帝的使者都在每一条路上，上帝的使者都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上。这一件事，好，如果你能够按照神的心意，上帝的使者就来怎样保护你。但是这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先寻求神的心意，先按着神的旨意，那这个上帝的使者就怎样？准备拿刀出来怎样砍你、追杀你。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神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我们，但是神也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来摧毁我们。不要心存侥幸说有一些恶事，有一些坏事，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见，没有人揭穿，所以就怎么样？就继续的做下去。今天的新闻。好，说一个艺人叫王什么路的，好，结果他无缘故被揪出来，好，因为他的赖的通讯对话里面，好讲到要去砍人的事情，好，他把电影的事情好变成拿来自己生活当中的事情，因为这样他就今天好，后来被交保出来，好，被羁押禁见，后来现在被交保出来。不要想说有一些事情永远没有人知道，你怎么知道？可能你现在的事情会像这个艺人一样，突然因为法院查扣对方的手机，就从对方的手机里面看讯息、看记录，啪一连串之后，结果没事的居然变成有事。本来要去当兵的，现在先被抓去关，好，但是现在不一定被抓去关，好，可能
要等候法院开庭。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要用他公义的右手来扶持我们，所以我们要走在神公义的路上，而不要走在邪恶的道路上面。好，所以呢，我们最后这个祷告，我们要来为自己来祷告。好，我们需要走在公义的路上，我们需要有神的帮助和保护。好，有神让我们能够穿戴全副的军装。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亲爱的父神，即使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依然像盾牌般包围着我。感谢你住在我里面，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在我与恐惧和忧虑征战的时候，你的话带给我安慰，再次提醒我你的伟大，在你绝对没有难成的事。求你使我在跟随你的路上，看见你的荣耀和祝福。愿我能不断将你的话和你的爱、你的平安和盼望分享到这世界的每个角落，使背负重担的人们都能因着主耶稣而得释放，享受生命的平安和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最后这个祷告要为谁祷告呢？好，为自己祷告完之后，接下来为一个在你的小组当中的组员来祷告。你知道自己在哪个小组？知道你的小组当中有哪些组员，可以吗？好，你现在想一个你的组员当中，好，为那个人为他来祷告。好，一样黑色的地方，好，请你就放进去，好，他的名字。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即使卢山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依然像盾牌般包围着卢山。感谢你住在卢山里面，卢山的未来在你手中。在卢山与恐惧和忧虑征战的时候，你的话带给卢山安慰，再次提醒卢山你的伟大，在你绝对没有难成的事。求你使卢山在跟随你的路上，看见你的荣耀和祝福。愿卢山能不断将你的话和你的爱、你的平安和盼望分享到这世界的每个角落，使背负重担的人们都能因着主耶稣而得释放，享受生命的平安和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好的这个月份祷告的操练，就是为重担得释放祷告。有5件事情，再次我们一起来复习。第一件事情，请大家一起来说：陷入挣扎困境，当相信神就在那里。好，要知道神永远都在。第二，选择依靠神的平安，而非恐惧。你绝对可以做出选择，不要被动的一直陷在那个害怕、恐惧当中。第三，知道神没有失去主权。好，你要知道神掌管一切。好，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第四，把你所在意的事情都交给他。你所在意的人，所在意的东西，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有一些东西，哇，这个房子怎么办？这一些的股票怎么办？好，这一些的钻石珠宝怎么办？交给谁？交给神。好，交给神。好，今天牧师也听到一个很棒的见证。好，这个南坎教会，好，他们要盖建堂，他们要盖多少钱呢？2亿多。好，2亿多。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现在有多少的现金？他们现在有9000多万的现金，所以盖2亿多有没有很困难？好，对他们来讲不困难。好，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有几百万，好，1000多万，可是他们才花了5年的时间，不到5年的时间，他们的现金就接近1亿，然后他们再加上2000多万的认现，好，他们大概预计有1.2亿，好，就是还没有跟银行借钱之前他们就1亿2千万，所以他要盖个2亿的怎么样？好，已经是信心在握，信心好，这个胜券在握，好，信心在手中。然后在中立这礼拜有看到报纸的话呢，中立教会也要建堂，他们要盖多少钱？现在号称要6亿，号称要6亿。他们有多少现金？好，去年我听到的，好，还不到
5000万，我不晓得从去年到现在有没有增加。好，可是他们的那个要盖得非常好，这是不是重担？绝对是重担。好，甚至我也听到中立教会当中，好有一些会友，好因为重担就怎样，就离开了，就换教会了，或是不来了。哇，所以呢，我们需要常常祷告。好，迦南教会这个礼拜堂还可以用多久？我应该先问我们的礼拜堂用多久了？今年40年，礼拜堂好，今年用40年哦，好，所以这个还可以用多久？再40年，好，不晓得40年啊，可能没有办法。所以有一天我们49号有可能要拆掉重建，等到拆掉重建的时候，可以盖几楼？5楼啊，你8楼拆掉重建只盖2楼，至少以现在这个商业区的容积率最多可以盖到16楼。如果我们那个49号盖到16楼，会长什么样子？哇，对，但是要多少钱？可能要16亿。所以我们要祷告。所以为什么牧师要说我们要为财务蒙福来祷告？为什么要为工作、为学业祝福来祷告？为什么要学习为重担得释放来祷告？我们希望看见我们在迦南教会每个弟兄姐妹真的都能够受上帝祝福，因为可能未来就有一个5亿、10亿的礼拜堂的挑战，可能在我们眼前看得到的这一代，或是在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下一代。但是如果他们都没有成为上帝所祝福的儿女，哇，那真的是整个教会的重担。因为这个礼拜堂40年，在10年后它就变成危老，可能就变成危老建筑。在10年、60年的时候，那个礼拜堂可能真的有很多地方都需要再更换。所以我们要把我们所在的事情交给神。最后一件事情，神有足够的力量怎么样？所以不管这个礼拜堂，不管你所遭遇的事情，要花5亿，要花10亿，要花多少钱，神都有足够的力量，神都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我邀请大家一起用这首诗歌站立起来，我们来用这首诗歌来宣告，在神的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必能够得胜。靠着耶稣，我们必定得胜。哈利路亚！谢着耶稣，谢谢你，在你的爱中，我们必定得胜有余。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我的从头再次，在你爱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再次，我们从头再次大声的宣告。在你爱里，我是的，哈利路亚！我软弱的，是的，耶稣。在你爱里，你是主，你是王，哈利路亚！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请姐妹来唱，弟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宣告，你是带领我们得胜的主，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得胜有余。我们要把重担卸下，把忧虑卸下，把所有一切的事情都要交给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帮助者。一起来宣告，靠着耶稣，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请姐妹来祷告，弟兄来唱。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一起来宣告，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大声宣告，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是你带领着我的神，是你带领着我，是你带领着我的神。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带领我们得胜，我们靠着主耶稣就能够在这世上得胜有余。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将一切的忧虑重担卸给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今天就得着安息，因为你是听我们祷告的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主，你告诉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你告诉我们不要惊惶，因为你告诉我们你就是我们的神。你必坚固我，必帮助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主啊，谢谢你，我今天要把我生命当中所有的释放都卸下交给你，求圣灵来更新我，把神的平安赏赐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今天就能够经历神的同在，今天就能够看见神你要率领我们得胜，你要行神迹和奇事。一宿虽然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主啊，我们在今天也为着我们刚刚所提名代祷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来祷告，求你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动工，让他们也能够来认识你，经历你，看见你是奇妙的上帝。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愿你今日的信心的快乐，就大大在这还未信主的兄弟姊妹的身上来做工，互因会当因为上帝你所行奇妙的代志，互因当拍开心门，接受主耶稣做因性命的主宰。愿上帝你的话，你的恩典丰丰富富充满在这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身上。这个时阵，我也要做伙用主所教示我的主祷文，要同齐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必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气，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跟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
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理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理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在我们今天要聚会结束以前，我要邀请大家现在找一个人，你去找一个人，然后为他祷告，把你今天各样的祷告，你有什么样的感动，或是你所要领受上帝的祝福，为他来祝福，为他来祷告。相信你，上帝要透过你来祝福他。阿们，阿们。不管你祷告什么，祷告长，祷告短，用台语，用华语，好，你现在来为这个人祷告，上帝要透过你为他的祷告，祝福要成就在他身上。好，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找一个人为他来祷告。长老来祷告，主啊，求上帝你来祝福在出于长老身上，与他同在，保守他不遭患难。主啊，愿你赐福在他的身上，让他都能够在上帝你的恩典当中有平安有喜乐，也祝福在他的家庭。主啊，在他手上所做的各样事情，都求你来兼顾。愿上帝你时时刻刻来充满他。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现在呢，祷告完之后，换另外一个人，好，为你来祷告，交换，好，两个人交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理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理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我，赐福于我，赐福于我，平安喜乐，天天充满我。赐福于我，赐福于我，平安喜乐，天天充满我。对另外一个人说，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另外一个，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天天充满你。
拍掌，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3月份开始的时候，学习为重担得释放来祷告。虽然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重担，但是一日的重担，一日担就够。主啊，我们要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把今天所有的重担都卸下给你。愿上帝让我们在今天晚上，在梦中遇见你，能够在睡眠当中进入你的安息，能够在睡眠当中领受你的平安。他们明天早上起床，打开眼睛，他们明天准备出门上班或工作或上学，他们明天遇到不管是什么样的电话或是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有上帝的力量满满，上帝的恩典充满在我们身上，让我们都能够靠主来得胜。也愿上帝祝福我们迦南教会在今年60周年能够开始做预备，为将来70周年、80周年，为将来迦南教会将来要建筑，要有更大的场所，要有更大的建筑物，能够来容纳更多人来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从此时此刻就开始来祷告，开始来预备自己成为上帝祝福的器皿，也预备我们的小组员成为上帝的器皿，预备迦南教会每一位新生命都能够成为上帝蒙福的器皿，使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在这里为主做见证，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彼此帮补，能够使众人因此看出我们都是属你的门徒，都是主你的学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好，我们要离开之前，我们再去找7个人，好，为他祝福。神要使你得释放，得自由。神要使你得释放，得自由。